感谢上映哦，咱继续来关心今年开始阿兵哥爱做一档的兵。最近传出讲，明年度离岛阿兵哥的预算原要减少15%，配额是减上济，配额的兵力敢会减少咧？国防部回应是表示讲，目前是无调整的规划哦。另外，军事野区安全维护条例相关的配套，今仔是预告说明。国防部是强调讲，基本上翕伫路面走的军车、天顶飞的战机、海上的军舰，拢无违法。东炮射击显示国军的战力，为了要强化国防量能，今年开始伊无许改制一年的役期。不过，依照国防预算书内面显示，外离岛、马尼岛的预算员也减少上千人，其中以偏好为主。所以，大家伫咧注意讲，是毋是裁减偏好的兵力？近年来少子化趋势以及社会企业增财等等的因素影响，着审这个现元素以及退补情形之后，下修了114年度志愿役的预算员额。国防部并无编组调整的规划。国防部表示，会甲离岛官兵预算员也减少15%，这是参照113年一男结婚人数分配外离岛比例等综合考虑。陆军也强调，外离岛守备边线比无偏价进行，因那军事园区安全维护条例的配套有过内面说明。外界即马大家伫咧注意讲，若是对路下走的军车加天顶飞的战机、海顶伫咧航行的军舰翕相，是毋是有犯法？不管你是拍战机在空中飞翔，还有在海上航行，在路上的战车都不违反我们这个营区的安全管的规定。国防部强调，袂使翕停伫咧机棚内面的战机，也要注意各野区的管制范围无共款。若是气象报道已经列做禁止翕相的区域，也袂当翕。因为讲传出讲，各座舰艇的原型舰海鲲号停伫咧港口的测试有70项以上无通过。海军是澄清讲，目前停港测试的进度大概是50%到60%，确实有11项缺失要改进，是袂影响明年11个交舰。也证实有7台后续舰将会采取2+3+2的生产顺序。主要是考虑到大船的产能，未保留后续舰存久的综合因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